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43章。耶利米对人民传达上主因的上帝差派伊讲一切话讲说。何沙雅的囝阿撒利雅、加利亚的囝约哈兰，甲所有骄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讲：你讲白贼，上主咱的上帝无差派你讲，恁袂用得去埃及寄居伫遐。是尼尼亚的囝巴录使弄你反对阮，要将阮交互巴比伦的军队，互因甲阮杀死，也是甲阮掠去巴比伦。加利亚的囝约哈兰，所有的军官以及全体民众，毋听上主的话，无要住伫犹大地。加利亚的囝约哈兰，甲所有的军官颠倒将犹大所有剩落来的人，就是对逐国倒来住伫犹大地遐人，包括查甫人、囡仔、王的查某囝，甲侍卫长尼布撒拉旦交代互沙番的孙阿希甘的囝基大利管理的人，以及先知耶利米甲尼尼亚的囝巴录，拢做伙带去埃及到达比勒。约哈兰甲伊的部下无听趁上主的话。伫达比勒，上主对耶利米讲：你着伫犹大人的面前摕几粒大粒石头，伫达比勒的法老王宫门口的铺石路，用下土甲因抬起来，然后甲因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要派人去甲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带来，将伊的王位安伫遐个石头顶面，伊要伫迄顶面搭伊车赢的布边。伊要来攻击埃及地，注定死的会死，注定受掠的会受掠，注定死伫刀下会互人杀死。我要烧埃及的神庙。巴比伦王要甲埃及逐项抢了了，亲像木者得甲外炮的杀母搬清去，搁甲遐个神像拢摕去，然后无受阻挡离开埃及。伊一定会讲喙埃及太阳神庙的雕像，放火烧埃及的神庙。